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4月3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顶会已经渐渐进入尾声，不过煞一天比一天使人期待，因为依照过信量持续找找赞助，每一天拢有加码好康。其中因应儿童节，佮特别请来一卡车的娃娃要来抽奖，希望尽量满足现场的小朋友。对我过会议室娃娃大细只拢有，为个加小朋友变大。毛今年世界杯小棒赛吉祥物宝可梦，甚至也有限量发行的，拢相当高水。后来到宣传的议员拢欢喜加，各自找家己介意的来拍。议长郭信良表示，这拢是由小东兵个人赞助，要伫议会顶回来加码，希望满足所有小朋友。因为我是有用过玩具啦，泰迪熊。但是没有抽到的那个小孩子很失落，很失望。将近呢，撮做议员了主持了抽无到吼，阿妈说带囡仔带唔到伊啦，我淡仔哭啦，我看到我真心疼，所以我就隔天呢就加码大放送，我就再邀请了一个赞助单位。我们的肖东兵赞助单位就特地买了一卡车的这个玩偶，那每天加码，天天大放送，所以送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希望他们这几天呢能够来看灯会拿奖品摸彩品欢迎大家父母亲带我们的小朋友4月4号儿童节到台南市议会看灯会。台南市议会看灯会摸大奖。议长真正做大心个体贴，灯会展出到4月7号，除了逐工上电视、儿童卡车顶大奖，最后4月7号闭幕迄天，更是精心规划艺人表演等精彩内容，要互市民大开眼界。闭幕那天，除了我们电视机可以我们的第四台可以全程直播以外，那我们还加码我们的议员呢本人来唱歌，还有更加劲爆的就是呢俄罗斯他的马戏团来这边跳舞以外，还有小丑来这边表演，更加的圆满结束，还有放一个高空烟火，让大家留个美好的回忆。一天比一天有看头的议会灯会到最后阶段，搁大放送，特别请来30台卡车，互大人囡仔拢做伙有卡车通骑。台新闻军籍林根采访报道。根据统计，目前咱市总共有142处的古迹，其中包括着南山公墓当中，有4个墓被列为市定古迹。不过，议员林美燕质疑这4个墓现况杂草是乱生，拢无咧管理，质疑市府无依照着文化资产保护法的规定，善尽保存责任。目前南山公墓已经设立殡葬专区，朝向公园化来改善景观。不过公墓当中其实有4位市定古迹，真侪人拢唔知影，包括黄府立地公主、甲石强峰的墓等等。对此，议员林美燕特别秀出这公墓古迹现况，就是杂草满满是，要求文化局加民政局协商，依照文化资产保护法，针对古迹本体甲周遭环境来巡查管理维护。你今仔日一个，你已经把它认定了世界的古迹啦，你是不是爱互人入去看？互人去就是知道我们台南市的世界的古迹啊。哥哥，你整个环境是这么的脏乱。议员，你翕到迄唔是庙本身啊？没有，唔是本身，我只能讲，除了墓的本身了，你动向嘛非常重要，动向也非常的重要啊。你伫咧内底很漂亮，我买入去，迄是一个公墓嘞。你连进去的地方都没有，不然让人了解讲咱台南市有哪些的市定古迹。所谓的殡葬专区里面，其实是就有公园的划设，所以有关这些已经有文资身份的部分，他们都不会动。那目前更深入的是，他们把他们清查完的资料有给了文资处。那因为他们是去抄每一个墓牌嘛，因是去点去抄尔嘛。那文资处会针对他们已经初步清查的部分，再逐一请专家学者再一一的去判断说，这个人是谁，是不是有相对的所谓的文化所谓历史文化的价值，
会去做一些所谓的文资价值的判断。另外，针对渔光岛艺术节30号开始进行为期23天的环境艺术展览，不过第一天就民众欠缺公德心破坏艺术品，对此议员嘛不满开1000万所打造的艺术节，结果第一天就传出面目全非，所以要求市府好好把关，同时思考当地民众的出入受影响，提供方便的交通接驳。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原本农市场内底的日本宿舍群，伫咧市府整顿以后委外经营，目前已经成为东区热门的观光景点。不过，因为文化局打算要收回经营权，重新改造甲农业文化创意相关的项目来招标经营。对此，议员创全并无认同，甚至质疑敢是有啥物利益冲突，要求爱谨慎评估。原台南州立农市场的宿舍群是日本时代官舍，经过多年的整修，变成非常有日本风味的建筑群。不过，议员创全表示，最近承租业者拢受到文化局公文要求收回，将重新改成农业文创等相关的经营，加符合历史脉络。对此，伊并无认同，这个替努力经营的优秀厂商来请命，要求兼顾现况的日本风味，精心来评估。当初你们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能够评选前3名你们如果是绩优的话，那么会优先续约。所以很多他们不断的投资这个成本进去，才有今天的成果。你今天你改工，起码来全部要改变议题了，然后这个跟你们所谓的日式风格的不用了，因投资这些血本无归呢。而且呢，也好不容易打出来的观光景点的亮点跟文化的亮点却没有了。我不觉得你全部通通把这个宿舍群那个厂长宿舍未来快要完工了，然后全面的把它改成所谓的要有农产农创的这个议题，就一定会有亮点吗？就一定有文化性，就一定能接历史脉络吗？我不觉得会想说。变成是一个农创的主题，主要当然，刚刚您已经提到了，这个地方过去是日治时期的农业试验所所以跟农业的确是有一些相关，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跟农业能够有一些关联性，所以才思考说要朝一个农创来做发展。但是它跟目前纳凉屋在经营的所谓的，譬如说穿浴衣啦，或是一些日本文化的一些体验。并不会决然的冲突啦。另外，有关新化、桂林、新营3位的文化中心，因为部分设施年久失修，所以文化局争取的1亿5000万的前瞻计划要来整修。对此，议员嘛相当的关心，要求依照地方的特色需求来规划设计，借此向下扎根，推广音乐艺文风气。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为着要庆祝儿童节，义在国小特别安排一场快闪的活动，邀请教育局长郑兴辉、义在国小的校长林志正，甲义在国小的家长会长张进成等人扮演做转学生，来到教室，甲学生共同来上课，同时也有学生来扮演老师为因上课，现场笑声不断，充满欢乐。一来到义在国小的教室，就会使看到学生当中有4位非常无同的学生。原来因就是教育局长郑兴辉，甲义在国小的校长林志正，也有家长会长张进成，甲前会长陈立龙。因4位做伙扮演成为转学生，就是为了替小朋友庆祝连日要来到的儿童节。上课的过程当中，嘛互学生扮演老师，并由着局长甲校长等人来回答问题，现场笑声不断。局长嘛强调，期待透过安尼的活动，让学生会使伫校快乐成长，留下美好的回忆。那我想明天是儿童节，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家长心目中的宝贝。这些孩子自然平常在学校里面呢，都扮演老师的角色，扮演学生的角色。那今天呢，我们校长呢非常用心，那么做了一些设计来去让孩子来当老师。那我想。当老师呢，一方面也体验一下，其实老师还蛮辛苦的不过呢，我想就看看我们孩子，他们其实有一些是很可爱的，当起老师的样子，说不定等下我们看到是有模有样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说把这个日子还给我们的小朋友，那属于他们日子，让他们呢可以有挥洒的一个空间。所以台南市今年的儿童节创意的一些活动，其实好多个学校他们都做了一些规划。那么希望呢今天呢特别的不一样，因为明天就是快乐儿童节所以我非常谢谢校长跟老师他们的用心的一个规划。今仔日嘛会使伫校园来看到真侪单位，同时也阁有学生伫咧叫物件甲叫卖。这也是义在国小为了庆祝儿童节特别举办的跳蚤市场，让学生会使学习到爱物惜物的精神，同时会使买到家己喜爱的商品，度过一个欢乐的儿童节。台南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来自台南市21间偏远小学的贫困学生，伫咧4月1号这一天，受到邀请来参加食牛排、看电影免费的活动。互即寡孩童拢非常的欢喜，会当提前来欢度儿童节。发起这项爱心活动的蓝天府慈善会甲我家牛排业者表示，这已经是第2档举办，大家也感觉办了非常的有意义。邀请了偏乡学校总共120多名的师生，包括台南市上界东边的瑞丰国小、上界西边的昆生国小。偏远的梁家国小等等21间学校做伙来招爸爸，互因会当提早来欢度儿童节。蓝天府慈善会咱王会长嘛是蓝天府的主任委员去年就来办这个活动咱的我家牛排咱的杨董事长福坤兄嘛真欢喜来消停咱蓝天府慈善会这个食牛排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要这弱势小学生会当来参与啦嘛会当互伊知影这个我家牛排咱的用自助式的方式小等下咱个委员会咱的慈善会要去招待这小朋友到咱的微笑影城看电影所以咱这个咱的会长呢对学生这方面呢对弱势团体咱拢有咧做所以咱慈善会我也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啦。像咱的我家牛排杨董事长安尼做伙来参与咱的慈善会欢迎大家祝福大家。秉持着蓝天府所主持的蓝天文行帝君以慈悲为怀、善良济世理念，蓝天府希望未来每一档拢会当办理安尼活动来关怀弱势孩童，也希望有心人士会当共享盛举，互安尼有意义的爱心活动会当愈办愈盛大。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为着要互国外朋友会当更加深入了解台南的生活文化，第一本全英文的台南散步地图，26号以着电子册形式正式上线。该电子册是由法国的学生尼克所制作的，对着以后到台南旅游的外国游客来讲，是一本相当实用的工具册。作家 Nick 伫法国在台协会新闻专员柯雷利的见证之下，将电子册赠送予市长黄伟霆。会中市长的手机透过 QR code 的扫描，嘛取得电子册内容。希望大家做伙将这本册推荐予国际旅客，欢迎全世界拢来台南行行。台南是个非常有多面向的
就是它有一个日本日据时期的一些古迹，还有一些流传下来的故事。有一个荷兰人占领的时期的一些古迹，还有他们流传的故事。过去荷兰驻台湾代表在他退休后也曾来台南常住过一段时间，他也蛮喜欢台南，所以我很希望不管是欧洲的朋友、东方的朋友，甚至这个东北亚、东南亚的朋友，当然多来台南。虽然是法国人，不过这本台南行行电子册全部以英语来写，而且册中都有设计精美、相当详细地图，甚至也有台南的历史、小吃、夜市等资讯，等于是以8年来伫台南学中文的毕业作品。我的书里面，我想放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不是看地点而已，是了解里面的文化、里面的生活。我的书里面可以找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水果，还是什么时候可以逛什么夜市之类的。我想我们可以了解多一点点里面的文化，因为我到了台南的时候，除了漂亮的建筑，我觉得你们的生活的文化很有趣的。原本从事台南工作的 Nick 伫朋友的牵线来到台南学中文，并且就读台南大学研究所。伊讲伊上爱就是台南的巷弄文化，所以认为说台南用行的上好。也出册嘛，成为台南甲法国交流真好的记录。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着要迎接儿童节以及复活节，台糖中营酒店4月3号举办一场反转新生涂鸦蛋的活动，特别邀请有森林国小青和的火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伫咧饭店现场采画一座高达2米的复活蛋，希望会当对互学生对创作当中学习到环保、学习到爱地球的重要。台糖中营酒店所举办的反转新生涂鸦蛋，有别其他儿童节甲复活节活动，特别邀请到火山实验小学学童联手完成复活蛋的彩绘，并邀请到台南市社区营造协会黄柏文老师协助指导，教导学生发挥创意，以囡仔上单纯的心以及画图手法，互因为当中学习到环保爱护地球的理念。我们收到了地球重生的邀请，所以呢，一杰老师带我们来这里画这一些要让地球重生的东西。长隆酒店的人看到我们画的蚂蚁窝，邀请我们来这边画。那你们觉得你们画这些小昆虫啊，会给你带来什么启发吗？让地球重生。台糖长隆酒店呢，在4月份的儿童节跟复活节的前夕，我们特别邀请了虎山10小的小朋友一起来跟我们做这个巨蛋的一个涂鸦彩绘的一个活动。最主要呢，我们是希望呢，小朋友在儿童节呢，能够用他们的童趣制作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画面。另外呢，小朋友我们也希望他们有一点点小小的教育意义，所以我们把环保这个议题结合进来。配合这次的活动，中营酒店分别伫咧酒店内外设置彩绘蛋打卡区，民众只要到酒店脸书粉丝团，或者是 IG 打卡上传甲彩绘蛋的相片，就有机会会当得到饭店自助餐券。另外，伫饭店1楼的桂冠烘焙坊消费自备购物袋啊，阁会当得到台糖星期烟花食品哦。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将伫4月8号迎接100岁生日的正夏国小，校方为着要庆祝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特别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同时校友会呼吁毕业校友转来加入校友会，希望大家做伙来回馈母校，共同创下后一个100年。对民国8年个建校的正夏国小，将要伫4月8号迎接创校100周年，校方嘛准备了侪活动。对现在到年底，每个月拢有精彩的活动。为了100年校庆，也特别由着学生设计了全新的标语甲纪念 logo。这届的重头戏就是由着35位的校友共同完成的雕塑，到时阵将会放伫校门的附近，互民众一来到校园就会使看得到。纪念雕塑品部分呢，我们是因为进学国小，大家以前听到的话，最大的一个印象应该就是棒球。我们培育了许多的棒球选手，包含叶国辉教练，还有杜胜山教练，还有郭泰源、东方特快车、曹俊阳先生，那这一等等的棒球的一个好手。那
我们近几年呢，我们运动项目呢是有一个舞蹈班、艺才班，那所以我们是结合棒球跟舞蹈这样的2样的一个素材，然后请奇美博物馆荣耀天使的制作人杨明忠老师来帮我们进行雕塑，所以我们4月8号呢会将这个纪念品呢放在我们的校园里面。那同时呢，我们是邀请了35位的校友一起来集资，大家出一些，然后来把送给母校100岁生日的一个纪念礼物。这届校友会嘛大力相挺校庆的筹备。校友会理事长郭麒麟表示，今年是母校的100岁生日，嘛欢迎所有的校友拢会使加入校友会，鼓励大家做伙参与相关的活动，回馈母校。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着要促进国际之间美食文化的交流，嘉南夜里大学举办2019台南联合国际杯竞赛，总共有8队代表台湾进行比赛。另外，还有来自印尼、越南、中国大陆、马来西亚一寡国家的队伍，借由比赛展现因面对着新时代美食的满满创意。比赛现场聚集了来自5个无同款国家的选手，因全心一意要将因发挥创意所设计出来的美食甜点亲手来做出来。因拢有无同款的想法，也运用无同款的食材融入作品当中。不但造型丰富多元化，色彩也比过去更加丰富。伴随着现场一尊一尊的澎湃，每一件作品都会当讲是非常优秀的作品。那这个国际赛里边呢，有5个国家啦，哈，就是我们台湾啊、香港啊、印尼啊、越南啊、马来西亚，哦，总共有5个国家啊，所以有14队的好手呢，在今天做这个竞技。那重点在于我们的这个推广我们的中式面食里边的花孝馒头这一区块。那这一区块的话呢，也是应该讲说亮点啊，让台湾的技术啊，让台湾的人力啊，技术人员啊，可以往国际上面去做这个宣扬啊哈。看选手的设计比赛方面啊，实际上馒头或许以前我们都是用单一的色泽。那这一次我就看到选手呢，蛮多的用这个天然的色素啊，像这个所谓的红曲粉啊，这个抹茶粉啊，还有用这个黑色的那个叫做竹炭粉啊，那包括我们会有那个红萝卜素啊，这一些呢就是变成了这个彩色的馒头啊，可能这一次的话呢是亮点啊，大概会跳出传统的这个设计。主办单位希望借由这届国际竞赛，让每一个国家无同款的美食文化，拢会当互相交流，进一步互相来学习。比赛结果由嘉南夜里大学获得特金奖，大同技术学院获得金牌奖，什么金牌拢留伫台湾，也为国家争取了相关的公营。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即摆当地富公山南台别院举办画展的前奥美董事长丁玲娟，为着要让台南的朋友有更加丰富的体验，29号下午特别邀请伊好朋友，也就是知名主持人谢运芬来到富公园美术馆举办座谈会。现场来了侪民众来欣赏两位才女的对话，非常的热烈温馨。在地富公山南台别院举办画展的丁玲娟老师，伊将这摆画展名称和做丁玲娟甲朋友的第3人生画展，所以现场除了伊的画作以外，嘛有侪作品是由伊的好朋友所提供。其中这帮嘛是由知名主持人夏云芬所赞助。29号下晡，丁玲娟特别邀请伊来到富公园美术馆举办座谈，向大家分享伊的人生看法。我觉得我在画画的时候，我进去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可以有3个小时，我就是在那个画面里面。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放空，反而是一种疗愈。所以我真的也是蛮鼓励大家，就是说找一个你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很专注。我觉得有时候你要疏解那个压力，反而不是去睡觉，反而是专注你一件你有兴趣的事情。我觉得那个反而是一种疗愈。对，而且画画不见得你要画得很像，是你想要画什么。对，就让他可以知道，就是说你不用害怕，像我们这2个这么没天分的人都能够画成这样，对，还可以画画展，你们一定比我们更有天分哈，真是，就不要帮自己设限。我真的觉得人生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去尝试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我这么厉害啦。
在这一次的画展中，夏云芬小姐她也提供了一幅作品参与展出义卖。夏云芬小姐她曾经说过，慢下来过日子是人生中最值得的投资。而丁玲娟老师她说，不断的求新求变，勇于挑战，终身的学习和成长，是她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动力。今天2位当代杰出的女性，在南台北院和光源美术馆做一个座谈。我相信今天下午所有的人一定能够得到满满的收获。除了现在正在举办的活动以外，丁玲娟老师嘛将伫4月9号甲南台北院的演护法师举办做上好的家己座谈，有兴趣民众嘛当到不公山网站来查询。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20度至28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4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